师父，为什么叫你们要好好念佛？我讲一个实际的公案，一个家住在湖北省潜江市宜阳镇快岭村的一位信徒，叫做陈旭法。他在村里开一个理发店，在他们家的附近呢，有一个屠宰场。他每天早晨起来念佛的时候，就听见那些猪被宰杀的惨叫声，心里非常的难受啊，想救救他们。所以他每天念佛的时候，就加了一个意念呢，希望那些猪都能得到救度。全居士的徒弟叫做李洪松，是个哑巴。上过几年的聋哑学校，他有阴阳眼，能看到灵界的东西。他跟着陈居士学理发的手艺，学成以后呢，他自己单独开了一个店。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啊，李洪松笑嘻嘻的来到陈居士的家里面，就对着陈居士比划开来了。他用2只手放在耳朵的上面，表示猪。又将2手平摊向上，表示莲花的形状，然后再用手指向西方，就示意猪去的西方。陈居士听完以后，既激动又很惊奇，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就跟他比划起来了。他就问徒弟说：“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这一位徒弟他说，陈居士念佛的时候超度了猪了。然后陈居士又接着问他，猪是怎么走的啦？对方就比划猪的样子，然后又做合十的形状，又比划莲花将猪接走向西方而去啊。陈居士又问他的徒弟说：“我在家里念佛，猪是怎么听到的呢？”他的徒弟就指着南无阿弥陀佛这6个字，比划着说：“你在念佛的时候呢，就有很强的金色光，像龙形一样。”他又怕他不懂，因此在纸上写了一个光和一个龙字。比划着说，陈居士念的这一句名号，像龙一样的光，不断的照射到屠宰场啊。为了检验他说的是不是真实的，陈居士让他看他默念了。他在大脑里想着，我念佛的功德要回向给十方。结果对方看了一会儿以后，就比划说有8个方位，像8条金色龙形，南无阿弥陀佛的圣号向8方不断的放射出去啊。陈居士还反复的问他，到底方位有多少？徒弟肯定的表示有8个方向。从那以后啊，他就发誓了，每天不但跟那些猪念佛，还要为所有尽虚空偏法界的有缘众生而念佛啊。各位，你看，猪听到旁人帮他念佛回向，他可以领到念佛的功德，而且坐在莲花顺利的跟佛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各位，所有的众生都有灵性，因为前世造罪造业，所以他没有资格当人，堕落在畜生道，非常悲惨，很可怜。我们不但不应该杀他，而且应该赶快给他念佛回向，他能够仰仗着阿弥陀佛的救度，自然脱离6道轮回，顺利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，不应该任意的宰杀动物，以后冤报冤，仇报仇，一世结成冤，就3世报不完了，永远都会很痛苦的。所以我们应该要谨记在心。阿弥陀佛。